好咁啊，講紫微斗數。咁啊，紫微星，紫微星咧就係即係紫微斗數嘅帝王之星。咁啊，解釋紫微星嘅象徵同意義同命理作用。咁啊，紫微星咧即係帶領所有星宿運行嘅一粒星。簡單嚟講咧，你學紫微斗數咧，紫微星咧就會落宮喺12宮嗰度嘅，12個宮嗰度。每一個宮咧就代表一個盤路嘅。簡單嚟講咧，佢每個盤路如果熟悉嘅話咧，咁你就應該會好清晰嗰、個點樣去睇相啊。熟悉12局，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就紫微星落喺12宮裏面就有12局。12局你運作得好嘅話咧，你就識得睇相。即係就算你拿起個盤嚟講，你都可以好清晰咁了解別人嘅嘢。紫微星嘅象徵意義，咁啊，紫微咧就帝王之星，象徵權威，咁啊尊貴領導力、權力、財富、成功密切相關。咁啊，其實你要記住一樣嘢，每個人嘅紫微星嘅位置都唔同。咁啊，即係通常咧就紫微星係最好嘅坐命宮啦，當然。好，而命運嘅關鍵。咁啊，影響一個人嘅整體運勢同命運嘅走向。咁啊，因為佢紫微星係帶領所有星宿嘅一粒星嚟㗎嘛。咁啊，落到每一個宮位嘅時候咧，其實咧，我哋咧可能會睇咗個紫微星喺邊個宮位先，然後解釋咗紫微星個宮位嗰個配著，先至講命宮㗎。呢個方法都得。所以咧，佢一個即係睇紫微星先咧，就應該啱嘅，應該。咁咧命盤嘅作用，如果紫微星喺坐命宮好唔好咧？咁啊，具有領導才能啦，掌握自己嘅命運啦嘅能力。咁啊 OK 㗎，冇問題。坐命宮係最好嘅其實。如果坐官祿宮同財帛宮咧，其實一樣嘅啫。咁啊，其實咧佢係有少少寫錯。係咪有助財富累積同埋事業發展呢？其實就唔係嘅。問題在於紫微星咧，就對錢咧嗰個睇法係比較上淡薄啊，所以咧好多時咧就做生意唔係咁啱，即係做啲市儈啲嘅人咧做生意先得。紫微星係太過大路嘅人，除非你係生喺一個富貴之家。有祖業嘅情況下，咁樣紫微星在財帛宮同事業宮就好。好，咁啊有吉星嘅組合㗎，咁啊紫微天府同宮，即係富貴相傳，紫府朝行。OK，係啊，如果你見到咁嘅命宮，你可以讚下佢嘅。咁啊，起碼佢將來都唔會差得去邊嘅，應該。如果佢係一個即係保持一個做一間公司做得比較要耐少少啦，當然唔能夠跳嚟跳去啦。咁嘅時候咧就富貴相傳。好，有福氣同智慧，咁啊係啊，冇錯。咁啊諗嘢嘅大局咧可能會比較好少少。即係紫微星嘅人咧，即係坐命嘅人咧，佢諗嘅大局係比較好少少嘅。即係佢知道佢自己係咩 situation 啊，點樣去運作嘅。如果空星嘅組合咧，即係話紫微同廉貞，廉貞咧係刺桃花，其實就唔係空星嚟嘅。不過咧就或者同呢個破軍係因為佢本身係武職嚟嘅，所以武職同如果紫微星同武職一齊咧就唔係幾好啊，因為當時嗰個環境咧應該喺一個極度混亂嘅情況下出現，即係個社會安定嘅情況下。但係如果你就紫微破軍嘅咁樣，即係代表乜嘢？即係話你本身有混亂嘅情況出現啦，就唔係個社會混亂出現啦。如果喺打仗嘅情況下，你就冇乜問題嘅喎，因為佢本身喺混亂嘅情況下出現啊嘛。好。紫微斗數嘅四化，咁啊四化如果化祿，咁啊梗係有財氣同福氣啦。如果有化權，咁啊更加好啦。
紫微化權好過化祿，有錢咧就用唔到嘅。如果紫微斗數嗰啲，但係咧有權就可以用到錢啦。所以咧，如果你話邊個多錢咧，化權嗰個多錢啲嘅，化祿嗰個唔冇咁多錢，因為佢啲錢咧要俾第二度 hold 住嘅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俾佢老婆操住啊，俾佢老豆 hold 住啊。化科係咪有文采同智慧咧？咁樣呢個係可以咁樣講嘅，冇人話你錯嘅。如果你咁樣講，化忌有咩問題咧？紫微化忌咧可以制化嘅，即係簡單嚟講咧，紫微咧就不怕化忌嘅，但係咧就可以制化所有啲唔好嘢嘅。不過本身紫微室係有呢個功用噶嘛，制化啲凶星噶嘛。好咁紫微象徵嘅人物即係官員啦、貴族啦、權威啦、正統嘅力量啦、上層社會密切關係嘅人啦，同埋在於高位啦，同埋成功咁嘅意思嘅。好，咁而家講咩叫紫微星係嘛？紫微星咧，我哋通常咧就係一個哲學嚟嘅，即係你紫微斗數咧係一個哲學嚟嘅。首先第一件事咧，你要知道咧，你所運用嘅哲學咧，就係紫微星嗰個喺邊個位置咧，做一個哲學嘅模型。簡單嚟講咧，紫貪，譬如紫微貪狼喺呢個環境裏面咧，我哋會係遇到啲咩問題？一個哲學嘅，即係你嗰個人嘅處生嘅環境咧，好清晰嘅。即係話每一個12宮裏面咧，落宮咧，即係代表咧佢嗰個人嘅人生所遇到嘅問題嚟嘅。即係如果你乜嘢都唔識睇，淨係睇紫微星喺邊個宮位嗰度，你就知道嗰個人個喺邊個形式嗰度生活。譬如紫微在子啊，在午咁樣嘅時候，佢屬於孤軍嘅狀態。孤軍嘅狀態嘅時候，你要考慮到佢係咪真係孤軍喎？孤軍作戰喎？即係冇人幫到佢啊，因為你周圍冇啲輔助嘅星耀嘅話，佢咪即係得個人戰鬥。咁即係話喺整個盤嚟講，你睇個紫微星先，然後咧就了解佢嗰個佢處身環境嘅一個環境係咩環境。咁係其實咧係一個可以令到你咧更加了解自己咧喺邊個環境出現。譬如紫貪嘅話咧，其實咧就好多時紫貪嘅人咧係比較上咧應該要循規蹈矩多啲，同埋咧盡量咧就唔好去玩，即係細個嘅時候咧，盡量咧就唔好去玩樂，盡量擺多時間去讀書，盡量去增強自己，盡量喺青年嘅時候揾多啲錢咁樣。喺呢個咁嘅層面裏面咧去對抗嘅，其實係即係譬如我係對抗咗嗰個即係嗰個紫微斗數嗰個12宮裏面咧所帶嚟令我失敗嘅原因嘅。因為咧當佢紫貪嘅時候咧，你對感情上嘅嘢咧都要好比較淡薄少少，即係要着緊少少啊，或者專注少少啊咁樣。即係你每一個宮位，你任何睇紫微斗數嘅話，你睇咗紫微星喺邊個位先，然後咧你就知道嗰個人咧處身處地咧需要點樣去解決問題。如果你係一個睇紫微斗數係自己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更加了解你面對嘅問題，尤其是青年人咧就最好知道個紫微星喺邊個位度，明唔明白？然後解釋俾佢聽你遇到嘅問題，你應該點樣去改善你嘅命運。咁係咁樣去做嘅，其實。